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历代志下卷34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道理。宣教师以及早期长老会的牧者，总是对人来讲，来听道理，来听道理。其实这是一个已经简化的讲法，因为基督信仰并不是一个用听的信仰，乃是一个用实践的信仰。就好亲像雅各书第2章17节到20节所讲的，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是啦，信仰若无实践就是假。因为安尼，咱听是听谈吼，就台语的翻译就是听谈。谈这个字就有迄个实践的意思去做。咱前两天有讲到，这个用眼见王是一个拒绝救恩、拒绝听叹上帝的王。但是约西亚王却是完全的相反，伊所行所讲，拢亲像伊的祖先大卫同款，无偏道也无偏右，因为伊找求上帝，伊并且来除去国内所有的偶像，真正是一个实践派吼。圣经历代志下卷34章第1节到第7节的记载，约西亚这王这位的时只有8岁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，伊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行伊的祖先大卫的路，无偏道偏右。约西亚做王第8年。要少年就追求伊的祖先大卫的上帝，4年了后就开始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，扫除山头大亚舍拉的柱条像、雕刻的像、铸造的像，人民照伊的命令毁坏巴力的大。斩断大顶悬悬的香台，伊阁将亚舍拉柱像、雕刻的像以及铸造的像来拍碎、凝做粉，也伫遐个捌献祭互偶像的人的墓，将外邦神明的祭司的骨头下伫因的祭坛顶悬烧，用安尼。会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。约西亚搁伫玛拿西、以法莲、西面甲拿弗他利的地区遐个荒废的城，拆毁祭坛，拍碎亚舍拉柱像甲雕刻的像，凝做粉，斩断以色列逐所在的香台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记载这个历代志下的经文，安尼记载就是记载着约西亚王伊的做法，伊军队上帝的旨意无偏无误吼。使徒行传其实佫称做一个圣神行传。是讲圣神所显示的恩赐甲能力，互所有领受并且会通实践的人。初代教会就是安尼一群基督徒，可能有犹太后的基督徒，也有外邦的基督徒，但是因完全执行圣神启示的信仰使命，因彼此相听，和睦相款待，上帝甲人拢喜爱因。互人增长快速。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，也记载着彼得领受着圣神的呼召，
到伫约帕遐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道理甲因分享，并且为着因来施洗。今日的经文伫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着，彼得在讲话时，圣神降临伫所有听到你的人。甲彼得对约帕做伙来遐个受割礼的信徒，拢真大着惊，因为圣神的恩赐嘛有饼落伫外邦人的心中，因为因有听着遐个人讲灵语，去称赞上帝的伟大。然后彼得讲，这个人甲咱共款，已经有领受着圣神。兼有人会当禁止因领受水的洗礼，伊就命令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洗礼。后来因就请彼得甲因带滚下日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。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投放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你，互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主权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光芒，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歹年就受你的扶持，互我的老母会出，我的老母会北来是你，我袂不时来称赞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领受着新的祝福，追求着上帝生命品质，有基督生命样式，就是真理的生命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